我叫孟琪，我是今年台南市家长联合会的理事长哈。那我今天来就是要告诉你们虾卷的由来跟它制作的一个过程。市农教育老师伫台顶向二林国小美术班的学生讲解虾卷的由来，同时指导学生如何制作。也毋过上重要的是要观察资料的虾卷外观。里面有虾仁，那种葱的感觉，虾仁、葱，还有岛吉。美术班老师使用油彩砍花土，要把虾卷变成是不模型，为外面的皮到内面的虾啊、葱啊等等，完成了后的作品，甲真的虾卷放做伙是真小成。想要就是将这个东西还原的特别的跟真的食物很相似，然后让大家知道台南的美食是多么的美妙。那这一次呢，不仅就是我们手做的创意的一个虾卷模型，我们孩子也品味到一个真实的一个虾卷哦，真的是真真假假分不清啦，但是都是非常的美味。课程中的艺术教育甲市农教育，更结合必比登校庭课程，辐射美食食天下，让学生伫品尝传统小食的同时，也会当了解家乡味的历史。那丽人国小是全球最酷的小学，因为有塔楼、美食，还有古迹、文化、历史，还有我们的德庆溪，都在丽人国小的周遭。我们希望能够把最酷的小学在丽人的这个部分，把它纳入我们的校定课程。校长表示，未来会把这的美食艺术品提供给店家做行销之外，同时也要将台南在地美食透过这的艺术品，跟国际友好来分享。台南新闻综合报道。的一个大宴。